Hello，大家好，我係 Driver Sir，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樣我嚟到英國代課之後最唔習慣嘅事情之一。大家估唔估係咩呢？答案就係英國老師竟然冇一張真正屬於自己嘅辦公台，唔單止冇獨立嘅辦公空間，甚至連食飯都可能係被逼喺一個細小嘅休息室，甚至要坐喺學生凳上面食飯。究竟英國老師平時係點樣備課、改功課同埋食午飯嘅呢？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下我嘅親身經歷。如果大家喺香港做過老師或者去過香港嘅學校，相信都知道每間學校都有教員室，老師通常都有自己固定嘅工作位置，台面有電腦啦，有文件台啦，教材，甚至會放一啲家庭相小擺設或者學生送嘅禮物。但英國小學完全唔係咁。由於英國小學嘅班主任通常負責教授大部分嘅科目，所以課室入邊嗰張老師台實際上就係老師嘅辦公台啦。你有時會見到台上面擺放咗少量嘅私人用品，例如家庭相片學生送嘅心意卡或者一啲小禮物咁樣。但因為課室始終都係學生嘅活動空間，所以大部分老師都唔會擺放太多嘅私人用品。更重要嘅係，好多老師張台其實細得好誇張，大約只有1米乘半米左右，上邊已經堆滿晒教材文具、工作紙同埋學生嘅簿冊，有時甚至連放杯水嘅位置都未必有。而作為一位代課老師，我仲觀察到另一樣令我好意外嘅事情，就係好多老師嘅工作台都係非常之凌亂台面往往堆放咗好多嘅文件、工作紙、教材同埋文具，有時甚至見到一啲已經完成咗或者過咗期嘅工作紙仍然擠喺台面，而台底都經常塞滿紙箱、教材同埋各式各樣嘅雜物。老實講，到而家我都未完全理解點解會咁普遍出現呢個情況。可能係老師平時因為工作太忙，根本冇時間慢慢整理。又或者英國老師對工作空間整潔嘅要求同香港老師有唔同嘅習慣。由於我經常需要坐喺唔同老師嘅位置代課，有時我會見到台面同台底堆滿雜物嘅時候，坦白講，我自己都覺得真係好唔自在。當然我都見過唔少老師嘅台係非常之整潔嘅。相對老師嘅工作台，反而我覺得英國老師更願意花心思喺課室嘅擺設，無論係壁布板展示學生嘅課業等等呢方面呢，反而英國嘅老師呢係特別花心機嘅。可能大家會問，咦，咁英國老師冇台點樣改補呢？其實英國老師同香港老師嘅工作習慣就好唔一樣。好多英國老師上堂期間呢，就已經會批改作業。其實當學生完成咗佢嘅課堂功課，就會舉手示意俾老師，而老師就會行埋佢哋個位度，就幫佢哋改啦。所以唔似香港咁，需要課後搬翻一大沓嘅簿翻教員室慢慢改。有時老師亦都會利用課堂期間，學生逐個討論佢哋嘅教學進度。因此對於佢哋嚟講，未必需要一張好大嘅工作台去處理所有工作。如果香港老師嘅工作環境係4-5星級酒店，咁英國老師嘅工作環境可能連民宿都比唔上。不過大家又唔好誤會，其實英國學校都有佢哋嘅 staff room， 只不過同香港嘅教員室係完全兩回事。香港教員室主要係工作嘅空間，而英國嘅 staff room 更加似俾老師休息同食飯嘅 pantry。通常入邊會有微波爐雪櫃熱水壺洗手盤等等。有啲學校為咗提升老師嘅士氣同團隊精神，會特別為個 staff room 佈置得比較舒適，有梳化茶几甚至有啲咖啡室嘅感覺。老師就可以入邊休息下、開會食飯，甚至放鬆一下。但並唔係所有學校都係咁，好多 staff room 嘅環境其實相當簡陋，甚至連一張正式嘅餐台都冇。只係擺放咗幾張梳化。老師如果想正正經經揾張台放低個飯嚟食，往往都未必做得到。但我見過最誇張嗰間學校個 staff room 大概只有得100尺左右，入邊不單止冇台，連梳化都冇。
老師食飯嘅時候係要用學生嗰啲凳仔。大家想象下，英國老師牛高馬大，但係佢要屈住個身，拎住個飯盒坐喺張學生用嘅膠凳上面度食飯，見到都真係心酸。更諷刺嘅係，其實嗰間學校係同中學一齊共用一個校園，個學生飯堂又大又靚，反而小學老師用個休息空間就細得可憐，形成咗強烈嘅對比啊！既然環境未必理想，咁點解老師得個1個鐘，甚至得半個鐘嘅午飯時間，仍然中意去 staff room 呢？我觀察到最主要有2個原因。第一，當然可以同同事傾下偈，交流下啦。老師平日大部分時間都要面對學生，午飯時間係少數可以同其他成年人交流嘅機會。第二，好多學校都限制老師喺校園其他地方用電話，而 staff room 就係少數可以自由用電話嘅地方。所以即使環境未必舒服，老師仍然願意去嗰度休息一下。至於我自己代課嘅時候，反而多數咧會選擇留返喺課室食飯。一方面可以避免打擾其他老師休息，另一方面我亦可以利用午膳嘅時間準備下晝嘅課堂。因為好多時候學校都係即日先俾啲教學資料我都需要花時間去了解課程，同埋諗下應該點樣教學生。所以對於我嚟講，課室反而係一個更加方便同埋安靜嘅工作空間。回想香港嘅學校，如果老師冇固定嘅辦公台，又要喺個咁細嘅空間裏邊食飯，相信好多香港老師都覺得難以想像。但係呢一個正正就係我喺英國代課呢幾年見到嘅真實情況，亦令我明白到原來唔同國家嘅教育體制同學校文化真係相差好遠啊！唔知大家又點睇呢？如果你係老師，又會唔會接受到冇自己嘅辦公台？又或者你曾經喺英國學校工作過，有冇類似嘅經歷呢？歡迎喺留言區留言分享。如果大家鍾意今次嘅分享，就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下次見，拜。